另一檔案我係咪？如果有人講話響哈佛大學呢一個咁頂尖嘅世界名校入面收埋一個人體器官批發市場，肯定唔會有人信。但係2023年6月，波士頓警方係帶走咗一個響哈佛醫學院做咗28年嘅老員工，因為呢一個人利用職務之便偷偷販賣嗰啲捐贈俾哈佛用嚟做醫學研究嘅人體器官。而呢一個驚天大案之所以被破獲，並唔係因為啲咩高科技嘅偵查，而係因為呢一班人實在係太囂張，竟然直接響 Facebook 上面打廣告賣人頭。故事嘅主角叫 Cedric Lodge， 58歲。Cedric 唔係啲咩臨時工，佢喺哈佛醫學院做咗足足28年，由1995年入職開始，佢一步步爬到去殮房主管一個位置。響同事眼入面，佢就係嗰種老實人，準時返工，專業認真，從來都唔惹事。哈佛醫學院有一個歷史悠久嘅遺體捐贈計劃，每一年都會接收私人遺體捐贈，用嚟做醫學教育同研究。哈佛醫學院一般會將遺體保存2年，當教學同研究結束之後，遺體通常會被火化。醫學院會根據捐贈者生前嘅意願，將骨灰交翻俾指定嘅聯絡人，又或者將骨灰安葬響松山公墓，當中產生嘅費用都係由哈佛醫學院負責。Cedric 係殮房主管，佢嘅職責可以講係神聖而關鍵。佢要接收嗰啲捐贈嘅遺體，做防腐處理，妥善管理分配，並且喺醫學教育同研究結束之後，安排佢哋火化同安葬。20幾年嚟 ，Cedric 可以講話係盡職盡責。但係一切都喺2018年發生變化。呢一年，同 Cedric 結婚超過25年嘅太太 Denise Lodge 被確診患上癌症，徹底失去咗工作能力。佢哋本來就有一個有智力遲緩嘅女需要照顧，而家太太又病埋，所有壓力都落喺 Cedric 身上。高昂嘅醫藥費、家庭開支、阿女嘅未來，而 Cedric 嘅年薪只有大概係7萬美金，根本就唔夠所有開支。Cedric 大半世都同死人打交道，佢冇其他嘅專長。佢望住眼前嗰啲即將變成灰燼嘅遺體，心諗橫掂都要燒成灰啦，燒之前呢一個心臟、呢塊皮膚、呢個大腦，可唔可以換成屋企嘅救命錢呢？因為 Cedric 做咗咁多年，夠晒資深同專業，又係主管，佢喺呢一個哈佛醫學院殮房擁有絕對嘅權力。佢話呢一具遺體已經核對清楚啦，冇人會去揭開塊白布再望多眼。所以喺火化之前偷偷咁攞走啲器官，根本就唔會有人知。而遺體火化之後，更加係死無對證。佢覺得呢個計劃簡直係萬無一失。佢將呢一個諗法話咗俾太太知。一開頭 Denise 係驚嘅，係拒絕嘅。但係好快喺現實面前，佢哋動搖咗。冇錢，佢哋乜都做唔到。Denise 嘅病要錢，佢哋個女亦都需要佢哋。Cedric 同老婆講，呢啲人體組織原本就係要當醫療廢物咁處理。如果將佢哋賣咗，反而可以幫輕家庭負擔，所以最後 Denise 妥協咗，決定幫 Cedric 一齊執行計劃。為咗令良心好過啲， Cedric 會安慰自己，佢哋只係喺度廢物利用。不過兩公婆始終唔係職業罪犯，佢哋唔識點樣去散貨，於是佢哋諗到最直接嘅解決方法，就係去 Facebook 揾志同道合嘅人。佢哋發現喺 Facebook 上面，竟然係有各種各樣嘅人骨收藏、恐怖標本等等嘅興趣群組。通過呢啲群組，佢哋識咗幾位重量級嘅買家。第一位係 Katrina McLean， 佢喺麻省開咗間叫 Cat 嘅詭異手作嘅鋪頭，表面上賣哥德風公仔、恐怖玩具、道具、人骨擺設等等，當中有一啲甚至係浸過血再拎出嚟賣。但係背後呢，佢哋係處理真實嘅人體組織，買賣賺錢。第二位係 Jeremy Pauly， 佢有間網上商店，係一個狂熱嘅人皮收藏家。佢最令人髮指嘅技術係將人體皮膚加工、曬乾，做成皮革，甚至乎用嚟包書。第三個係 Joshua Taylor， 呢幾個就係 Cedric 嘅主要買家。Cedric 會將可以賣嘅器官發俾佢哋，佢哋揀中之後 Cedric 就將被睇中嘅切落嚟帶翻屋企，再由 Denise 寄俾佢哋。而佢哋會將自己中意嘅部位收藏，剩翻嘅會再次出售，做中間人賺差價。佢哋呢班人嘅買家可以話係遍佈全美。為咗令客戶賓至如歸， Cedric 多次係趁住夜晚，又或者係週末學校少人，帶住買家直接行入哈佛嘅殮房，現場睇貨，現場落單，確認交易之後 Cedric 當場切落嚟俾佢哋帶走。佢哋嘅交易過程、作案過程極之兒戲，運作係一啲都唔精密。佢哋所有人淨係識用 Facebook 溝通，從來唔會加密信息，連啲貨都係直接去美國郵政局寄。
每一步都可以被輕易追蹤。佢哋嘅轉賬大多數用 PayPal 進行，甚至乎會直接將交易內容寫喺 PayPal 嘅備忘錄入面。例如2019年5月19號 Joshua 向 Denise 轉賬$1000，備忘錄係直接寫住7號頭。2020年11月20號 Joshua 再向 Denise 轉賬$200，備忘錄係寫住大腦。除咗哈佛呢條線 ，Jeremy 仲開拓咗第二供應鏈。呢一個新嘅供貨商叫 Candice Chapman Scott， 佢喺亞肯色州嘅一間殮房做嘢，同樣負責處理遺體嘅火化。2021年10月底 ，Candice 喺殮房收到一批教學用嘅遺體，按照規定 ，Candice 需要將呢啲遺體火化，火化之後歸還俾大學。但係喺 Candice 眼入面，呢一啲唔係遺體，而係代售嘅商品。佢主動喺 Facebook 上面聯絡 Jeremy。佢話佢一直有關注 Jeremy 嘅專業，知道佢有買賣人體嘅門路。佢話我呢度有完整嘅大腦，你有冇興趣呢？對於 Jeremy 嚟講，呢個簡直係天跌落嚟嘅禮物。兩個人即刻一拍即合。為咗確保貨品嘅質量， Jeremy 甚至好似個導師咁，耐心咁教 Candice 點樣去包裝，點樣去密封，先可以確保呢啲器官喺長途運送嘅過程當中唔會腐爛，又或者滲漏。自此之後，每當有新貨翻嚟， Candice 就會好似發送今日菜單咁，將心臟、大腦等各類器官嘅相發過去，俾 Jeremy 搖佢揀貨。佢嘅第一單生意成交得好快，一個頭骨加3個器官，打包價$1200。自此之後 ，Candice 就開始頻繁咁向 Jeremy 供貨，而 Jeremy 一般就直接轉手高價賣俾其他買家。譬如2021年12月6號 ，Jeremy 用咗$1600向 Candice 買咗一堆器官。跟住就轉手以$4000賣俾一個叫 Matthew Lampe 嘅買家。根據法庭文件顯示 ，Candice 嘅底線比 Cedric 仲要低，低到令人髮指。佢經手嘅遺體入面，甚至係包括嗰啲胎死腹中，又或者係啱出世就夭折嘅 BB。而喺2022年4月16號前後 ，Candice 係賣咗俾 Jeremy 2具死產嬰兒嘅屍體。而呢班人嘅覆滅，講起嚟亦都係好諷刺。2022年，隨住佢哋喺 Facebook 上面嘅活動越嚟越頻繁 ，Facebook 嘅大數據演算法立咗功，因為佢哋喺一啲公開嘅群組入面發相發得好密，大數據以為呢啲係熱門嘅商品，竟然將呢啲賣人頭、賣器官嘅 post 推薦咗俾住喺附近嘅普通用戶。一個市民見到呢啲咁恐怖嘅 post 之後，覺得好唔對路，於是報警。警方收到線報之後，開始監視 Jeremy， 突擊搜查咗 Jeremy 嘅屋企。當警方行入 Jeremy 嘅地下室嗰陣，即刻係聞到一陣臭味。佢哋發現咗超過19公升嘅人體組織，有啲浸喺藥水入面，有啲就正在被加工。Jeremy 當場被捕，而通過佢嗰份完全都唔隱藏、完全唔加密嘅通訊記錄，警方順住線索一路查到去哈佛醫學院。當警方嚟到 Cedric 嘅屋企嗰陣，哈佛校方先發現佢哋嗰個做咗28年，佢哋最信任嘅殮房主管，竟然係呢一個黑暗網絡嘅核心供應商。佢哋引以為傲嘅遺體捐贈項目竟然有咁大嘅漏洞。哈佛醫學院即刻係炒咗 Cedric， 向捐贈者家屬致歉，並暫停接受遺體捐贈5個月，整頓管理架構，仲請咗一個由外部專家組成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嚟檢查殮房嘅漏洞。幾個月之後，專家評估報告出爐，報告指出哈佛嘅遺體捐贈項目長期缺乏專業嘅監管同技術支持。雖然呢個地方有門禁，但係實際上存在好大嘅監管漏洞，根本就冇人去定期審查門禁卡嘅數據，亦都冇將呢啲數據同監控錄像進行對比，亦即係話實際上冇人監管嗰個主管喺非工作時間到底喺入面做緊啲乜。再加埋佢嘅上級領導係完全冇解剖學嘅相關經驗又或者知識，學校過度依賴 Cedric，俾佢一個人包攬由遺體防腐、分配到簽協議嘅所有權力。呢樣嘢導致佢喺實際工作入面係處於一種缺乏制衡、擁有絕對自主權嘅狀態。哈佛醫學院話佢哋對 Cedric 嘅行為完全唔知情。比起校方嘅公關辭令，家屬嘅遭遇就令人心碎。好多家屬喺睇新聞又或者收到學校 email 嗰陣，先知道自己親人嘅遺體可能俾人盜賣咗。遺體捐贈者 Nick Petrowich 同太太 Joan Petrowich 分別響2019同2023年去世，佢哋都將自己嘅遺體捐咗俾哈佛醫學院。不過 Nick 嘅遺體就係呢個案件嘅受害人之一。
事件發生之後，佢哋個女要求學校係還翻佢阿媽嘅遺體，而後嚟學校確認佢媽媽都喺潛在受影響嘅名單上，亦即係話佢媽媽極有可能亦都係受到 Cedric 嘅盜取或者破壞。憤怒嘅家屬聯合埋一齊，對哈佛大學提起咗集體訴訟，指控學校監管不力、疏忽職守。佢哋認為作為世界頂尖學府，哈佛有責任保護好呢啲託付俾佢哋嘅遺體。但係現實往往比電影更加殘酷。2024年2月，麻省高等法院法官 Kenneth Salinger 做出一項令家屬絕望嘅裁決，佢駁回針對哈佛大學嘅集體訴訟。佢認為哈佛大學雖然喺管理上有疏失，但係冇證據證明校方係惡意參與又或者知情 Cedric 嘅犯罪行為。Cedric 嘅盜取係喺佢工作範圍之外嘅個人犯罪行為。根據該州嘅法律，學校係享有有限豁免權。前面提過嘅幾個作案人全部被起訴。Candice 首先喺2025年1月被判監15年。12月 Jeremy 喺庭上依然堅持自己進行嘅係合法嘅買賣人體。法官對佢嘅辯解係冇興趣，依例判佢6年刑期。而案件中最受關注嘅哈佛醫學院前殮房主管 Cedric 就表示認罪。律師喺求情嗰陣講話 ，Cedric 嘅犯罪行為係由 Denise 患癌失業之後開始。Cedric 咁多年嚟品行良好，再犯罪嘅機會好低，而且佢嘅身體狀況都唔理想，經常中風，仲要照顧埋佢哋個女，希望法庭可以酌情處理。Denise 嘅律師亦都指 Denise 而家已經係癌症嘅第4期，生命已經倒數緊，任何刑期對佢嚟講都已經係死刑，希望法官可以輕判。經過考慮，法官響12月16號宣判 Cedric 被判8年有期徒刑， Denise 就被判1年刑期。而剩低嘅 Joshua 同 Katrina 目前都表示認罪，正等待判刑。除咗而家已經被起訴嘅幾個人，警方表示話案中仲有未公開姓名嘅涉案人士，意味住日後可能會有更多人被追加責任。呢個案件當中最受傷嘅無疑係嗰啲捐贈者家屬，佢哋嘅親人係為咗科學研究先自願捐出遺體，結果而家佢哋日日都喺度諗自己親人嘅皮膚係咪俾人做成咗書，器官係咪俾人做成咗標本？佢哋根本就唔知道佢哋親人係咪真係已經入土為安，定係已經變成咗某一個變態收藏家嘅玩具。而呢個問題可能永遠都唔會有答案。雖然2024年初官司係一度受挫，但係捐贈者家屬係冇放棄，佢哋一直告到去麻省最高法院。就喺2025年嘅10月，最高法院嘅大法官推翻咗之前嘅判決，判定家屬可以繼續起訴哈佛。法官話，如果一個員工嘅行為咁令人髮指、咁過分，而僱主就可以免除責任，咁樣實在係太唔合理。哈佛收到咗遺體，從中獲益，推進咗科學，但係而家出咗事，就想話自己冇責任，呢一樣嘢道理上講唔通。目前案件已經發回重審。